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的玉井区公所成立着防疫宣导小队，摕着告示牌4家咧宣导。当来，这个玉井上款的店家甲冰店，拢无互人入去店内食饭食冰。 玉井区公所为了要加强民众防疫观念，成立防疫宣传小队，提告示牌到玉井老街、果菜市场、公园去做宣导，希望讲伫疫情遮严重的时阵，餐厅甲卖冰的生意人会使禁止游客伫店内食物件。包括我们的夜市，包括我们的商圈，不能边走边吃。让我们的店家原则上在店内用餐的民众，还是要保持梅花座。 玉井老街卖冰的生意人拢真认同，所以讲伫店门口嘛有打出广告，预备进行暂停来用。外地来遮食冰的游客嘛拢同意防疫优先。 让疫情能控制得住，我们下一波的旺季我们才会比较好做啦。希望这波疫情真的能控制在5月28号，不然等6月、7月真正旺季来的时候，真的会完蛋。本来就应该，现在这个时期本来就应该要。我觉得防疫吧，就是说大家就自觉一点，配合一下政府的一些措施，还是可以。另外，如果有食冰游客会使配合防疫新生活的运动，是用 QR code 实联制来做登记。 只要大家安全度过这2礼拜时间，就会使放心到玉井去食山冰。